内政部国土司伫网络和民众票选全台湾10个上需要改善的人行道，目前前10个台中市就占8个。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应该修改公路路线设计的规范，甲建筑物就爱设计让互过路人的空间。来到台中市乌日区的中山中华路口，虽然部分路段有规划人行道，不过不少过路人也是感觉真歹行。往市区那边走调整，这边可能还没调整到吧？因为人行道已经都被机车占满了，人就等于都得绕过机车道到快车道去，就可能非常危险。不少民众表示，虽然主要干道的中山路部分有设置人行道，不过奥多摆照常会违规停伫个顶悬，也佫有空棒咧占位。另外一边就连人行道拢无。因为伫咧南屯区的惠中路，原底就无讲介宽的人行道，嘛有店家用物件占位，互人行的空间是佫较少。内政部国土司有推出街仔路移新的计划，互民众投票来选出全台湾10大上需要改善的人行道。目前的结果显示，前10名当中，台中市就占8个路段，而且前4名拢伫咧台中市。第1名的路段可以获得国土署的全额补助，是否到时候会依据国土署公布的一个结果来执行改善路段的一个后续处理？不过市府今年2月发布台中人本交通的适宜性有到83%，佮牵伫咧国际杂志顶头，甲即届投票的结果是天差地。市府强调，台中市民正踊跃咧投票，嘛会盘点目前人行道实际需求来改善。因为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亲像这款对过路人无够友善的情形，全台湾拢有，要改善就要全面来检讨。对于未来的话，一定要去修公路路线设计规范，避免说这种都市在扩张之后，同样的问题一直发生。那重划区在划的时候，可能大家仰赖那个退缩空间来形成人行空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目前交通部的公路路线设计规划当中，并无规范到大路沿线的开发。另外，中卫区的人行道大多数是以建筑物体后让出来空间为主，不过无属于道路的范围内底，所以无法度有效来管理。若要改善过路人的空间，应该要对法规也有制度彻底来解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